In 就係 innovation 啦，而且係 no tier 無分界限嘅。健康你想同時地將時尚去將佢吻合一齊，擋細菌之外同埋病毒，我哋其實可以殺埋呢啲病毒咧，其實係一個更進一層樓嘅一個 solution， 同埋一齊做環保戰士。咁我哋覺得呢樣嘢就係一個正正香港品牌應該要有國際性嘅一個行動咯。其實個歷程就係由唔同嘅客戶嘅一啲需求啦，同埋痛點嘅需要啦，我哋去將佢演繹翻轉頭，就會令到大家知道點樣去珍惜自己嘅健康，同時又可以時尚。呢個 brand 最感動到我嘅嘢就係其實當時疫情個個都戴住一次性口罩，同埋其實原來一次性口罩需要降解嘅時間係450年咧，佢都想為我呢個下一代去繼續去傳承有一啲 sustainable 同埋一啲 reusable 嘅方案。我發現好多人喜歡咧係要靚要有型，我哋嗰個剪裁都要做到戴咗出嚟咧會尖面啦，會型啲啦，好似明星咁啦。我覺得係正正係一個品牌，而家係好需要兼備嘅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要有多啲真正性價比同埋功能咯。少少嘅香港品牌啦，但我哋充滿研發，充滿科技。我哋覺得呢個 message 咧係可以代表香港咧，同唔同國家嘅朋友咧去多啲交流，係 walk the talk， 唔係淨係 talk， 係要一路行動嘅。唔好等啦，我哋香港人快啲做好呢個香港故事咯！